哈利路亚！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相信伫阮有chung的兄弟姐妹，应该拢已经惯习，还是讲咧适应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但是我相信，遐日是咱第2摆的线上的聚会。我相信，不管你伫什么所在，你伫你的客厅，你伫你的厨房，甚至是你家己的房间，拢不要紧。你甲我同款，咱做伙徛起来，甲你边仔人讲，咱来做伙来讹了咱的上帝，阿门。阮上帝是掌管万物的上帝，阿门。所以咱咧敬拜的时阵，会当做自由、就欢喜的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做伙来拍手，会当摇摆你的身体，一起来。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生命对敌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有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凡事拢掌管。对头来学了大水。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生命对敌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有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凡事拢掌管。来就哈利路亚，来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了甲感谢，也只每一天来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在掌管，是啦，咱的上帝是掌管万物的上帝，阿门。假使你边仔有人，甲伊个嗨翻一下，甲伊讲，阮的上帝是真正掌管的上帝。上帝是真正掌管的上帝。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生命对敌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有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凡事拢掌管。来就哈利路亚，来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我了甲感谢，也只每一天大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在掌管。兄弟姊妹，不管你伫什么所在，不要紧，圣神甲你同在，阿门。所以你唔免管你边仔有啥物所在，边仔有啥物人，咱就专心来敬拜咱的上帝，阿门。好来。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你会当摇摆你的身体，受敌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无看环境，只有专心来相信，耶稣伊掌管，伊凡事拢。大声一唱，哈利路亚的俄勒伊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用俄勒甲感谢，也只每一天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伫每一天。耶稣在掌管，大声唱哈利路亚，大唱哈利路亚，哈利路
姊妹之间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的每一天，耶稣来家，拍手来敬拜伊，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拉的名，用阿拉加感谢，也姊妹之间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伊掌管的每一天，耶稣在家，伊掌管的每一天，耶稣在家，伊掌管的每一天，伊掌管的每一天，耶稣在掌管，哈利路亚。拍手予咱上帝上大的掌声，阿门。姊妹，这个时阵，咱来做一个祈祷。咱甲上帝讲，上帝你是掌管万物的上帝，上帝你是掌管所有全地的上帝。你创造咱，你给我上大的恩典，就是咱会当来敬拜伊。伊给咱即摆真像是有疫情的关系，但是阮有线上的礼拜，你给我这个恩典。咱来做一个祈祷，讲上帝，我感谢你。予阮雨水，上帝，我感谢你，予阮伊就是线上来甲你祝会。我数到3，咱做伙来献唱感谢的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我感谢你，上帝，你手术万物予阮。上帝，虽然伫疫情的期间，但是阮嘛做伙来感谢你。上帝，虽然伫疫情的期间，咱嘛无停止咱的聚会，咱专心来学了你。哈利路亚！我感谢你的上帝，哈利路亚！兄弟们，咱来轻轻来听上帝的话，轻轻来听上帝咧要对阮讲什么话。哈利路亚！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是啦，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咧轻轻听，我的无遮，忍把我的心。做伙来敬拜伊来。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是啦，主啊，我要专心来敬拜你。哈利路亚！轻轻听，伊咧轻轻，我的牧者，忍捌我的声，我的声，伊是大。伊是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性命，伊的友人啊，宣告伊是咱的大牧者。伊是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性命，伊的友人爱伊的声。兄弟姊妹，咱待会做伙来唱的时阵，把这个歌词当作咱的祈祷。伊讲，上帝是咱的大牧者，上帝伊知影我的命，我一生爱听主的声。假使这是你的祈祷，咱做伙脚步来敬拜伊。
利路亚！咱做伙来对头来唱来。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我要轻轻听，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无遮忍吧我。搁较济，搁较济，轻轻的听主的声来，轻轻听，我要轻，是啦主啊，我要轻轻来听，专心听主的声，我要轻轻来听，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无遮忍吧我。做伙来敬拜伊，伊是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性命，伊的友人爱。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性命，伊的友人爱。咱轻声来敬拜伊，继续举起咱的双手。大牧者，伊知我的名，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性命，伊的友。最后一个来敬拜伊来，伊是大较无的心，伊知我。主啊，这是咱的祈祷，我一生爱听主的声。伊是大牧者，保守我性命，伊的友人爱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保守我性命，我的主人爱伊的声，我的友人爱伊的声。主，我感谢你，你予阮会当敬拜你的恩典。虽然是这个疫情的当中，咱有缘来敬拜伊，我相信这的信心一定会更较充满咱。主啊，阮更较向你求，刷落来的智慧交伫你的面前，求主予阮有全新的灵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恩典。感谢阿乐，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感谢主，予咱头拄仔有美好的敬拜。这是我要来报告。第一点，本会消息：油厂教会公告第一小点。本会照高雄中会指示，配合高雄市政府防疫的规范，对即马开始教会所有的实体的聚会，拢总暂停到6月14号拜一为止。毋过拜三的祈祷会、拜六的清创、拜日上午的8点、10点，拢有线顶聚会方式，请大家来参加。第二小点，线顶的聚会期间，请小组长配合。回报逐组线顶聚会的人数。
搁学生牧区、儿童牧区的小组长，请帮助囡仔爱做甲奖学金申请的规范。第三小点，目前只有线顶的礼拜，兄弟若要奉献，会使看周报顶悬银行的号码来奉献，嘛会使摕来办公室奉献。第四小点，伫疫情的当中，求主保守咱的心赢过一切，爱小心。毋过毋通惊吓，请大家用更较侪祈祷，用实际的行动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二点，本会6月1号到30号，逐工透早5点半有复兴祈祷小组线顶早祷会，欢迎大家参加，嘛欢迎兄弟来买复兴祈祷小组的祈祷手册，做伙来灵修。第三点。109年度捐献证明的收据已经开刷，若需要收据报税的兄弟姊妹，较来教会办理。第四点，本会为着要庆祝设教70周年，有举办油厂教会 logo 的设计、甲歌曲的创作活动，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找办公室摕报名表。第5点。因为疫情的关系，6月份中职会延到6月20号来召开，请各位中职甲单位同工参加。第2点，具体消息。第1点，不动产抵押担保贷款的利息1.8%，欢迎有意愿的社员互助社来办理。第2小点。日本甲之光协会举办第29届世界儿童画图的比赛，请会员6月到12岁的囡仔踊跃报名参加画图比赛，时间到7月23号。以上是这礼拜教会报告，若有需要更较侪消息，会使试下骹的资讯栏的连结。也祝大家平安。咱先三甲来读上帝话语。今日要读的话语是《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你若是有手头有圣经，你会当掀开圣经来，也是甲牧师做伙来读圣经。《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咱三甲来读。约拿伫鱼的腹肚内祈祷伊的上帝，耶和华讲：我拄着患难求耶和华，伊就听我。我对淫妇的腹内嗷叫，你就听我的声。因为你捌迄我落青烟，就是伫海底，大水为我，公布大影看目我就讲，我想赶脚。离开你的目前，总是我游得你的圣殿，这个水为我险无性命。青烟围困我，海草包我的头壳。我落到山骹，地的门框永远甲我关勒。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总是你有救我的性命脱离死无。我的心神分去的时阵，我就笑念耶和华。我会祈祷到你的面前，入你的圣殿。你若动虚假的人，看动虚假的人，气杀伊主爱的人，气杀主的人，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献祭予你，谢我所会下的愿，拯救出敌耶和华。耶和华命令迄尾鱼仔，伊就吐出约拿伫大地。咱先三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予阮伫早起时会当做伙来亲近你，来做礼拜。愿上帝的恩典充满伫阮的当中，会当透过手机网络，所有伫线顶咧做礼拜兄弟，伊会当专心。也伫今仔日会当得到上帝大大恩典甲祝福。伫这个人心内无平安的时代，愿上帝话语甲信心来充满伫所有兄弟的心中，保守因有健康、有平安，出入有上帝固守。愿主搁一届怜悯，愿主搁一届来帮助。
愿主有上帝疼痛，甲怜悯，充满伫所有的兄弟的家庭当中，因的生命当中，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山顶咧做伙做礼拜的兄弟，大家平安。我细汉的时阵真爱，看人伫夜市啊，是讲伫菜市咧卖膏药。虽然迄个时阵，迄个头家咧卖膏药的时阵，伊咧讲啥，我听无啥有。总是我感觉伊咧讲话真趣味，真笑诼。然后因会真。上重要的一点，就是真吸引人。真侪人为了伫看伊咧卖膏药，毋那是伊即个膏药好，好啊毋好我毋知，因为我毋捌买过。但是伊讲话真吸引人，然后真趣味，会当将即个膏药伊所卖的物件，会好的物件、好的所在，即个膏药好的优点，我会当完全来表达出来。伊会当吸引人，然后将即个好的优点来甲表达出来，迄是真好的代志。所以我伫做牧师以后，我就有一个真大的即个梦讲有一天我讲道会当用卖膏药的方式来讲道看卖啊。以前伫庄脚迄个时阵教会庄脚教会，我所牧会迄个教会。对面就开一个咧卖营养品的，逐工因若是有咧卖营养品的时阵，就足侪阿公阿嬷，因拢会去做伙去迄个所在听迄个营养师咧讲即个即个生活健康，安怎保养。我坐伫教会门口看因为什么人咧讲人咧介绍即个健康、即个保养的物件的时阵。社区的遮个老大人，社区遐个人就拢会过去，拢会去听即个讲座。为什么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人拢少少，拢无啥物人？我就认真甲看，后来我发现讲，就是伊会当将即个产品好的所在讲出来。第二，伊就是有礼物，会当送互别人，送互来所有来听伊做讲座的人。迄礼物可能一点点仔尔，可能是盐，还是讲一个雪粉，还是讲一个即个简单的即个米，啥物拢有，就是简单的礼品，但是人就意爱去听。落尾我就想讲那教会若是逐礼拜会当提供这个礼品，互逐个人社区的人会当来看来听讲道，来听道理，来认捌耶稣，迄毋知有偌好。所以落尾我就慢慢发现讲。咱就爱吸引人，会当来教会，然后咱慢慢将这个福音好的所在讲互伊听，然后伊家己去感受以后，才知影讲原来上帝是遐尼好。然后伊去感受这个上帝好以后，伊去服侍以后，伊会感觉讲原来这个福音这毋是讲完全拢是平安健康。什么物件就拢是好利利安尼，毋那是安尼尔。伫生活当中，伫生命当中，虽然拄着困苦，虽然有拄着无欢喜，但是总是上帝的恩典，互咱的生命会当搁一届有愿望。所以我常常咧想这件代志，就是讲咱敢会当用卖药的方式。来即个讲道，会当伫真短时间内面来吸引人，然后第二会当将即个产品，也就是福音好的所在介绍互别人，然后会当即个常常因伫即个卖药的现场拢边仔拢有一寡萨库拉，萨库拉意思就是讲我咧卖药，我家己讲我即个药好无效。就是边仔佫有人讲惊咧买物件，安尼就是有足侪人会即个对即个买物件的行为，咱会讲哇，这物件可能真正足好，所以足侪人买，所以因就会对来买安尼，这就见证。我是用即个较生活的方式来讲福音，我是用较生活的方式来讲咱的即个信仰。
所以，若是有兄弟，若是讲有伫咱线顶的即个有朋友吼，你若是要听声学吼，请你爱转台啦吼，因为我伫讲道论较生活，生活甲信仰是做伙，所以我会讲较浅、较浅、较明白的方式去讲道。所以刘英兄弟，敢会当用卖药的方式来试看卖啊来讲道？线顶即马有人嘛吼，若是好你就拍好无？有无？好就打好啊！不管你有没有打好或不好，我都是要讲讲看，可以哈？啊，有没有人打好啊？有人拍好无？无啊，拢无人插话。所以恁若是伫线顶做礼拜，拢是甲手机啊放的，啊然后电视甲开的，敢是安尼？安尼我刷落来，我就继续讲哦。无论如何，我都要用卖药的方式来讲道哦。吼，啊！你若看到时阵讲，哎哟，这个牧师哪咧卖药啊？啊，讲道煞你莫问我讲倒位有咧卖，我无爱卖你哦。哦，安尼线顶有朋友有人讲好无？有人讲无好无？啊，非得我看无人吼，我若看无，我就强我要用迄个卖药的方式来讲道啊哦吼。但是咧讲道的时阵吼，就是即个伫即个卖药的人后边啊吼，拢有一个助手啊。迄个助手就是伊爱伫边啊斗相共，就讲吼，亲像就是伊就会讲吼，是即个卖药的人，因若是有顿灯的时阵，伊会伫边啊就是补一句话起来安尼啦。通常补话吼，免伤即个高深，伊就是佮讲迄个人顶一人讲头前的迄句话就好啊。举例来讲吼，就是讲。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啊，伊就讲各位乡亲父老大家好，安尼哈吼，我来蹲地，所以吼即马吼，可能大家看直播拢毋知影阮遮空无啥物人啦吼，因为咱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吼室内吼，咱教会真有照规矩哦，室内咱敢若差不多有3个人啦，无到5个人，所以吼我要请即个请即个阮的干事吼，毋当伊拄入来尔，我要请我的迄个。圣阳吼，后来破我声吹咧，圣阳来徛我边啊，好，好啊，有人拍破我无？啊，不要紧啦，我也听无。好，圣阳，你来徛我边啊，但是吼，你莫徛近，因为画面看起来吼，我会变做足大颗的吼。好，你去把边啊迄个锣甲摕过来，啊，搁摕一个迄个鼓棒，嘿对，好。因为即马吼要买迄个炉吼，较无方便啦吼，对，就用咱的迄个饭锅盖来试看卖啊吼，安尼阮先试看卖啊啦吼，啊，假使讲阮伫即个鸡仔炉顶面咧传福音啦吼，因为伫中部一个宣教师，伊就是伫即个鸡仔炉顶面吼。拍锣拍鼓，然后讲上帝胖囡仔，上帝胖囡仔。啊，结果有人来甲问讲啊，啥上帝胖囡仔？迄个囝生做啥物形？伊就大声讲，你就是上帝囝。好，所以人就知影讲，哇，原来这就是福音啦。哦，真的，对，真好。安尼咱来试看卖啊，用卖药的方式来讲道啦吼。好，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好。等下3个就好，变做你也爱讲大家好安尼啊，吼，过一届，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好，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平安，好，来，紧来紧看，慢来减一半。有人讲三色人讲50话，厝边头尾就听详细，真好，你爱讲听详细吼。来听详细，对，潘牧师徛喺台仔顶，台骹无人真稀微，加在网络来斗阵，互咱平安敬拜神。今日要介绍啥物好物件？若是你有以下的镜头，你都爱服用咱这款的。温点牌的定心丸。对，这款温点牌的定心丸哦，啊，什么镜头会当来用？就是
请大家详细来听，因为疫情半暝啊，烦恼困袂去，逐工出门上班就惊东惊西，惊到要死。囡仔放假伫厝里，手机啊哪看，你哪看伊心头火哪大，然后看新闻看到逐工惊到物件食袂起，惊到要死。所以你若是即个逐工若是心头火大、提心重担、心情郁卒，咱即排运电牌的定心丸，你都爱甲用落去。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所以，咱即个运电牌的定心丸吼，内面有啥物成分呢？有啥物成分？歹势，你音袂准啦吼。即新婚吼，新婚毋对毋对，成分啦吼，安尼听有啦，有什么成分啦吼？有什么成分吼？听得懂就说有哈，听不懂还是要打有，反正我看不到啦哈。好，运电牌定心丸5组哈，啊，咱内面有啥物成分呢？有啥物成分呐哈？成分内面吼100%上帝运电。运电啊，这个上帝运电要得来是真无简单，迄爱用耶稣基督的保血，对，不会，然后用十字架做茶，是个圣神的火，圣神的火，啊，甲控3暝3日3暝3日，安尼就对，控3暝3日以后哦，咱才有即个。上天然吼，超自然，天然佫无够哦，爱超自然的运电牌定心丸啊！定心丸，这是天国 GMP 吼，咱即个有人来甲咱推荐的，咱天国的即个行洗的约翰对无？来人民来甲咱推荐啊？为什么是行洗的约翰呢？因为伊上爱清气，伊咯毋单是家己清气尔，伊佫爱别人清气，叫做运电牌的即个。定心丸啊吼，行洗的约翰，啊，佫有咱早前的吼，佫较久以前的迄个老明星哦，乃曼将军吼，伊嘛是上爱穿，因为伊一工爱洗7届身躯，所以吼，伊来推荐吼，咱这是超自然的这个定心丸吼。啊，若是要用吼，什么时机咧用？这毋通像食汤啊共款，一工甲吸一下，吸一下，安尼甲吞落，毋通哦。咱爱就是爱用吼忧伤痛悔的心来领受啦。阿门。吼，第二吼，第一吼，就是咱的忧伤痛悔的心来领受，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上帝无轻看吼。阿门。啊，第二就是爱用敬虔的灵来服用啦。敬虔的灵。对，虽然吼，咱伫厝里咧做礼拜咧甲礼的时阵吼，总是吼，咱的读经祈祷。甲有线顶的小组袂当少，然后咧，咱的伫线顶的奉献嘛袂当少，因为咧是实践咱信仰一个真重要的部分。所以两位兄弟啊，咱吼爱有忧伤痛悔的心，然后是即个敬虔的灵，咱都爱用有这两项，用这两个态度来食啦。第三吼，你都是爱用啥物呢？来用实践咱的信仰。所以咱吼。实践信仰是啥物呢？就是咱无论吼，伫日常伫厝里，咱厝还是讲出去外口，咱都是爱保护咱家己啦吼。基督徒，咱讲啊，我有上帝保护亚坎，我也有上帝顾守，总是咱喙安嘛是爱挂好。咱伫上班的时阵嘛爱定定会加洗手。无论咱的信仰咱的这个疫情吼偌严重，咱的信仰嘛是爱顾好。所以刘英兄弟啊。咱咧服用即个定心丸吼，疫情吼，啊，咧互你咱的心头乱糟糟，然后吼心内惊吓无平安，啊，囡仔伫厝里会心头会愈大，啊，然后吼，咱阁看到即个疫情愈来愈严重，逐工下晡2点的时阵，准时伫即个电视头前看讲啊，今仔日着的阁几个人，心内惊吓到要害。结果拢袂记讲，咱会当用祈祷，用即个运电牌定心丸，这一罐落去，这一罐吼，叫做优待啦吼，这优待吼，就是讲吼，买大罐，佮送细罐，细罐是啥物呢？圣灵牌勇敢丸啊！所以咱就是运电牌定心丸，因为有运电，咱的心有平安，然后咱有啥物呢？
信心啊无勇敢，对无？哦所以咱就是爱伫山顶第一爱用忧伤痛悔心来领受，爱用敬虔的灵来领受，搁爱实践信仰来领受。上吊的就是咱都爱准时伫山顶，爱来看咱教会的这个讲道来亲近上帝。毋若是看尔，嘛着爱实践。咱就应该爱参加小组，应该就爱祈祷，咱就应该就爱用敬虔的心来到上帝面头前。所以同一个时间，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频道咱就是爱准时，就爱来看咱教会讲道。你毋通转唔着所在，我油枪拍去武枪去。安尼无效哦！你伫这什么所在买会着？这伫咱的油枪教会较有啊。是啦所以你就一定爱准时，你就转来咱的教会。你来问我讲，牧师啊，你是要安怎买？我就讲你食来你无听，你可能顶礼拜你无听无详细。咱这一组大罐送一组小罐，爱2000无毋免，1000无毋免，500无毋免。啥拢毋免，只要你来到上帝面头前，稳点牌定心丸，佮送一罐信心牌勇敢丸。所以这就是咱油枪教会大力推荐的一个好的物件。好，咱卖药啊到这，多谢大家。谢谢。好，谢谢盛阳好，你回去帮我弹钢琴嘛所以咱今日所看到的圣经我常常就咧讲即个代志，就讲咱若是会当用卖药的方式，然后会当来第一就是咱人吸引人；第二咱就是会当来即个完全将这福音好的物件、好的所在来讲出来。第三，这是本土的文化嘛咱的卖药膏药的人。伫迄个以前伫太市啊，伫夜市啊，到落尾伫拉迪奥内面，到落尾山顶，到落尾咱看所有的所在，拢咧卖健康。所以卖药啊，这就代表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即摆的人因注重的是啥物？注重的就是健康嘛。伫疫情的时阵，大家就是爱注重家己的健康嘛。是上重要的代志。但伫咱的生活当中，毋是讲咱伫即个疫情的时阵才开始注意健康。所以常常人讲免疫力好，免疫力好就是习惯好，习惯好就是生活的即个有即个咱的生活就是有即个照起干行。所以你的免疫力较会较好。所以顶礼拜我牧师咧讲道的时阵，我讲爱持守家己伫上帝的听当中，咱常常伫上帝的听当中，咱就会当有一个好的免疫力。你若我拢毋信讲，一个人若是无一个稳定无一个稳定的生活的方式，要困就晚，要怎啊困，要看手机啊。要耍手机啊，但是拢无咧运动。即个人伊敢有可能有健康的身体？我想是无可能的。我想是无可能的。直到讲伊伫拄着大的患难、大的灾难的时阵，伊无法度会当来敬我，会用求上帝，因为伊平常时都无咧祈祷。所以，咱今日看到咱所读的经文，《约拿书》第2章第1节到第9节，迄就是约拿伊伫违背上帝命令逃走的时阵，伊伫船仔顶拄着大风雨，所有人这船顶所有的人都嗷叫讲害要死啊！因都因家己的上帝，因家己的神来祈祷。总是风影愈来愈大，因已经要无性命了。所以，我看到一个人立伫个船底咧困，因就去叫起来讲：“喂，你是啥物人啊？咱就阮就得要无命，你搁困甲遮好。”结果约拿嘛是真单纯、真直接甲讲：“这人啊，甲你讲，
我就是得罪着这个创造天甲地、创造海甲天的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今晚要解决这有一个方式，将我绑起来，等伫海中，风影就停啊！哇，所有的人都真正就照伊的话，祈祷以后，求救以后，求救耶和华以后，甲伊绑起来，等伫海底。等伫海底的时阵呢，伊就沉在海底当中，沉在海的情人当中，海草包伊的头。伊伫上深渊的所在时阵，伊向上帝祈祷；上黑暗的所在，伊来求救上帝。上这个上无法度来脱离死亡的时阵，伊来求救上帝。讲主啊，伫深渊我来求救你。耶和华上帝，虽望是安尼，我的心来求，我来求救你，求救你。伫海中无法度出声的所在。无法度脱开的所在，我一定来求救你。这就是伫平常时，伊甲上帝有亲近的这个关系，所以伊伫上黑暗的时阵，伊才会晓求救上帝。有的人伫困难当中是真危险的当中，伊嘛袂晓为求救上帝，是因为伊的信仰甲伊的生活是分开的啊。伊的信仰甲生活分开，所以至高讲。伊若是去拄着生命当中上大困难的时阵，伊袂晓祈祷，伊袂晓去祈求上帝，因为伊做礼拜是做好耍的尔。行出去教会以后，所有的道理袂记了了。讲实在，牧师伫家顶讲到顶礼拜讲啥物，我家己嘛无啥会记。但是我要认真甲所有兄弟讲，上大的患难当中。伫生命当中有真侪痛苦，伫上黑暗的时阵，伫咱生命当中上痛苦的时阵，咱就爱学习来求救上帝。逐礼拜的主节，逐礼拜的聚会，都是要强化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常常爱讲一句话，陈牧师甲咱分享讲，主节就是为着要强化什么呢？强化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逐摆主持都是咱练习。我常常咧讲一句话，就讲唔通上帝的百姓，唔通我偷看。我偷看，你只有看到哀伤甲后悔。看头前，你嘛看无未来。压头，你就捡唔到什么物件。上帝的百姓，请你爱压头注目看上帝。所以。若是伫危急当中，伫生命当上困难的当中，咱会晓用祈祷来面对。咱的 RPG 的小组，咱的祈祷小组，都是要教大家将咱的生活有一个叫做祈祷的生活，用祈祷来。帮助咱会当面对生命当中上黑暗的时阵，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阵就是应该咱大家应该爱来祈祷的时阵。咱的毋若是甜，看到咱有进这个疫苗利益，咱的这个毋嘛是讲看见讲哦，咱有进口偌济这个疫苗。咱毋茫踮伫天，我一直相信讲上帝对台湾是一个真有特别旨意的这个伊的心意对台湾真特别。所以早起来的时阵，我看见外口咧落大雨，对昨开始落雨，心内真感动。伫咱上需要雨水的时阵，上帝就想使咱雨水。对台北 RPG 小组的这个分享的时阵，因早起开始做，会开始咧分享，然后做伙为着台湾来求雨水，然后因祈祷线的时阵，伫线顶差不多有7000个人咧甲因做伙来做礼拜。杨道若牧师分享，当因祈祷线的时阵，
台北开始落大雨。我知影有真侪人为着台湾来落大雨来落雨，会当无欠水、无欠资源、无欠电，会当来祈祷。我也相信有真侪兄弟为着这块疫情、这届疫情来祈祷。伫个上危急的当中，咱应该都爱挖滚上帝，亲像约拿同款。伊伫上黑暗的时阵，伊伫海中受这个大水包围伊的时阵，伊伫生命当中上痛苦的时阵，伊会当向上帝求救。生命当中有真侪痛苦的代志发生，但是咱爱会记得用祈祷来到上帝面头前。虽然拢是痛苦，但是为什么无共款？你若看见讲这个约拿先知约拿的痛苦，上帝呼召伊要照上帝的命令去对尼尼微城来讲悔改的信息。所以伊生命痛苦，但是亚伯拉罕甲摩西，因嘛是痛苦啊。亚伯拉罕离开伊所熟悉的所在，去到外地，去什么所在毋知，伊一路哪行遐，但是伊一路哪行遐，一路就平安甲三人行。看到摩西，咁嘛是共款啊，伊引带以色列人伫旷野行。即个要去到上帝所应允的迦南美地的时阵，行40天，哪行哪痛苦，总是哪行哪有上帝恩典。所以是痛苦当中、灾难当中，咱能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啥物？咱更加亲近上帝，咱更加用祈祷来亲近上帝。咱伫厝内就用祈祷来亲近上帝。照起工行，我是有早前会当来参加咱早起祈祷会5点半来的，咱照常5点半起来，家己伫厝里祈祷。若是有参加拜三线顶礼拜的，还是平常时有来参加礼拜的，咱就来继续爱来礼拜。若是有奉献的，你就继续伫线顶爱奉献。所以各位兄弟，痛苦甲灾难是所有人共同的经验啊。总是咱面对痛苦甲灾难的时阵，为什么有的人真痛苦？伫深渊当中，因无法度爬出来，无法度搁徛起来，因为因未晓求救上帝。但是，即我所讲圣经遮的人，有一个共同点：虽然违背上帝的命令，总是因伫痛苦的当中会晓求救上帝。信仰甲生活合作一体，就是一个祈祷的生活。咱若是伫深渊当中、伫灾难当中、伫痛苦当中，咱会晓求救上帝的时阵，咱面对灾难、痛苦的时阵，咱的方式、咱的看哦方式都无共款。上帝就备办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这个鱼啊，将约拿吞入腹肚内。吹到大地，甲吐出来，超自然的恩典就充满在咱的生命当中。所以今仔日咱讲的这个定心丸，就是咱会当求救上帝，祝你停止这个疫情，祝你对天降雨水，祝你来帮助阮赢过这个。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予阮有机会。做伙伫山顶来做礼拜，愿主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当中，愿主的信心充满伫所有山顶咧做礼拜的兄弟，互因的心有平安，互因灵有清醒，互因会当专心做礼拜，求上帝帮助伊脱离生命当中的惊吓甲痛苦。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今仔日要唱这条歌，叫做《愿你的国降临》。若是你有唱过，无唱过，你拢做伙，咱拢做伙用这条歌来整做咱的祈祷。我心卡无你的字，伫地那第一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
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个土地的百姓，犹原阁不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对头，搁一摆来。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你地若亲一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个土地的百姓，犹原阁不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请帮助我，是个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请帮助我，是个大领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所以兄弟，咱来为着这届疫情来祈祷。我知影咱常常有咧为着疫情来祈祷。是啦。总是我唔知影讲这届三期的境界会到当什么时阵。咱就爱继续祈祷，为着什么来祈祷？为着疫情会当祈祷，停止来祈祷。疫情的这个时日愈长，伫经济顶面有欠缺的兄弟，也是讲伫经济顶面较无好的兄弟，绝对是受影响。搁算就是囡仔的教育受到影响。我听看到这个新闻讲，虽然校停课，总是学生得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比例才来愈来愈悬。可能因伫厝里无人照顾。咱就爱为着这个家庭来，伫较丧享的家庭来祈祷，求上帝收束因资源，也求上帝将这疫情来停止。若是你的线顶会当做开手来祈祷，咱三个来祈祷。特别上帝，愿将这届疫情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搁一届你的灵命充满伫台湾的百姓当中，愿上帝你的疼痛充满伫这个疫情当中。愿主你来停止这个疫情，你也将我也将这个伫经济当中有丧享无够兄弟交托伫水的主你的手中，你也固守帮助因，互因会当你领受上帝稳定的疼痛。愿主你搁一届你来帮助。愿主你搁一届你来，互因会当得到上帝的顾守，停止疫情，求叫上帝，上帝就来救阮脱离迄个灾难甲痛苦当中。咱搁一届来敬拜，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伫地若亲一天，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予人尊叹无煞。总是一个土地的百姓，犹原阁不捌你。求你予我一寡的机会，来传扬见证你。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请帮助我，是靠大领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请帮助我。
是叫大名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降临伫台湾。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且帮助我，是叫大名来引带，多多甲你同心同行。愿你的国降临，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信心且帮助我，是叫大名来引带，多多为你来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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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上帝，愿搁一届将阮所听的台湾国托伫主你的手中，因为这片土地是上帝所赏赐予台湾人的土地。这片土地当中有真侪互人伤心的代志，这片土地有真侪人毋捌你，总是阮伫遮求讲主，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阿门。总是主，我们要求讲，愿你的旨得成伫台湾。阿门。你要来停止所有的疫情，你要来互送乡的这个兄弟因的家庭，会当得到帮助。阿门。主，阮恳求你，会当来帮助阮，叫阮对你祈求，你对天降落雨水，你对地有土产，你对送养人有怜悯。愿你顾守你的教会，愿你来看顾所有山顶在山顶做伙来做礼拜兄弟。无论伊即摆是咧做啥物，你的平安充满伫因的家庭当中。你的信心来蒙因的心，互因会当领受上帝唯一甲平安。愿耶稣基督稳定天父的上帝听通，信心的感动甲交陪。愿上帝平安健康福气满满，充满伫所有兄弟的生命当中。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日的礼拜到这，后礼拜感谢时间，请人民咱油涌教会做伙的礼拜。愿上帝祝福大家。